呀，我说的大师西的人你们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是课，我们今天的就是第18课的教导，我朋友说的祝福赐给你们并且祝福你们的，要说保佑你们今天的话题的教导就是如果我们的仍然继续犯罪的话，那就是那敬拜有什么用的话，我们就是要来问一下这个问题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有敬拜有什么用的话，如果我们是有继续犯罪的话，那礼物就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们先读一下这个上经的话，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第59章到第2节，如果上帝是这样说的话，你有敬拜有什么用的话，你要认真听一下这个教导如果你们懂得法语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关注那个法语英语就是可以关注那个英语，普通话就是可以关注那个普通话。亚法的帮庇并非手段不能拯救。耳朵并非发声的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也使你们的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的祷告。这边那个真正的上帝就是说他是不听那个罪人的祷告，他就给你就是给你隔绝的话，跟上帝有隔绝的话，就是对那个对那个罪孽的，就是如果你相信那个上帝的话，就是在那个上帝上面。假如是你的身份是犯罪的话，就是这位上帝就不会听你的祷告。这个就是叫你浪费时间了。为了这个，就是要我说的，谁家要引导你到要我说里面，你到他那里才能除掉你的罪。为了这个，就要我说的，大师就站出来，为了你着迷了，叫那个世人的要看到这个，我想传给那个世上的善良，叫你如果你是继续犯罪的话呢，上帝就不听你的道。这个上帝记得非常清楚的话，他就是说，如果你犯罪的话，他就不听你的祷告。这个就是先知的道。以色列的先知是这样说的。我们来读一下在那个申命记18章15节，就是在你们的以色列中的先知，你们必须听从他的道。申命记第18章到第15节到19节。亚法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，就是你要听从先知的话，因为上帝都通过的先知来给你讲话的。这边这个教导是非常清楚的。18节他就是说，我必在他们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我要讲我的话传给他，他又将我的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。谁不听他放我的民所说的话，我必倒谁的罪。那就是那个先知就说，先知的就是说先知的话就是说，上帝不听的放罪人的祷告，所以你有去你有敬拜什么用的话，就是你有去那个教堂，都是浪费你这个时间，你做这个做那个都是浪费你的时间了。如果我们再继续读那个圣经的话，在那个箴言在那个第50章。箴言第15章到第8节。恶人的献祭为亚法所憎恶，正直的人祈祷为他所喜悦的。就是他做这个献祭的时候，就是在他面前是个憎恶，就是有人有敬拜的时候，他就想把自己的上帝成为一个献祭的话，那这个你就是真是那个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的。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话，只要你恶人的话，这个就是不行的。在28节那里，他就是这样，我们就一起阅读这个上帝的道。
在29节箴言15节29，亚法远离恶人的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你有认真听下，就是上帝就不会听恶人的祷告，他就不听了犯罪人的祷告。这个就是随便，如果你要去了解在这个罪恶下的，我现在不说那个心理，先说我们首先通过那个全说那个先知啊，那个就是那个古老的先知，从那里就是说过，上帝不会听恶人的祷告。你要去那个敬拜的话，都是浪费你的时间。我对你说就是那个，你说必须要犯罪的话，就上帝没有不听你的祷告。那上帝不听的祷告的时候呢，你有敬拜有什么用的话，你不会再去掉教堂敬拜的话，你要留在家里。为了这个，我就给你讲了，你要到呀，我说这边来，因为只有在呀，我说有这个能纠正的办法。有些你到呀，我说里面才能不犯罪。有些人可能说这个是不可能这件事情，这个是可能的事情。你现在已经传给这个教导，在这个地球上全球上已经有几千人的都已经活在这个里面。这个你要进入是不进入的话呢，就是你随便。但是现在劝你要进来的话，我的话就是到这里。我希望你们都能想通了，能转过来了。那我们一起祈祷，亲爱的父耶和华，荣耀归你啊！感谢你这个教导，为了给我们出这个意见了，因为你从来不听那个恶人的罪人的祷告，没有人不会除掉他自己的罪都是犯罪。幸好也无所来，就是你拆他来的，他已经过去了。这个民族也被灭绝了，种族的计划也被灭了，就是要叫人的从这罪里要解脱出来，这个也灭掉了。非常感谢你，亲爱的父耶和华和耶和华，因为这个是可以诱导了，为了叫人的要转过来你身边的。亲爱的父耶和华，叫他们都知道你的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必须要进行的，要叫他们从罪解脱出来。亲爱的父耶和华，真证据他们在耶和华里面能够得罪。荣耀归于你们父子俩，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做了这个祷告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就说耶和华祝福你们的，就是在听中这个教导，就是让你们的要相通。我们就再见，下一课再见。